最近咧睇緊珠海南灣片區二手樓嘅朋友們咧，一定要過嚟睇睇呢一個屋苑。呢一個咧係一手現樓深房單位啦，而且係帶豪華裝修嘅。咁我哋嘅位置咧就係華發商都隔離嘅，步行10分鐘可以到噶啦，非常之方便啊！而家開發商清盤優惠啊，單價18000起咧就可以買到呢一個低密度嘅一個板樓現樓單位啦。而且咧，我哋嘅開發商咧係國企嚟嘅，我哋嘅樓盤質素亦都係有保障啦。成個屋苑嘅密度咧非常之低啊，做到2.0嘅一個容積率嘅。板樓嘅設計係做到咧2梯2戶，相當於係1梯1戶噶啦。平時咧，我哋坐 lift 咧都係需要啲卡入戶噶，咁樣佢個安全性咧就會更加高。而且咧，我哋係17層一個小高層，咁 lift 出嚟呢一個門口咧都係自己屋企係可以使用噶，其他人係去唔到你呢一個空間嘅。今日大家睇嘅呢個單位咧係120方嘅大3房，南北對流雙露台嘅一個戶型啦。咁我哋呢一邊咧係南向望出去咧就望到成個園林花園嘅，而且我哋呢個小區咧佢嘅入住率非常之高啊，基本都係以居家改善型為主嘅。我哋呢一邊咧就係我哋嘅 L 字型嘅大廚房，亦都係預留咗我哋雙開門嘅冰箱。我哋望出去咧，呢一邊係我哋嘅生活露台啦，佢個露台都係非常之闊落同埋舒服噶。而且咧，我哋呢一個層高咧都去到有3.1米嘅一個標準層高噶，係一個豪宅嘅標準嚟嘅。入邊咧就係3間房啦，同埋2個洗手間嘅。我哋見到每一間房嘅採光光線亦都係非常之通透噶。我哋呢一個位置咧，步行去華發商都，亦都係10分鐘嘅啫。我哋門口咧就有巴士咧，係可以直達港北口岸噶，非常之方便噶。如果你最近咧都睇緊南灣片區嘅樓，不妨過嚟做一個對比。而家單價18000起咧，你就可以買到呢一種 C 梯入戶嘅板樓現樓深房單位啦。有興趣朋友評論區留言，我發資料俾你。